根據基本法嘅第23條，請你提出你嘅問題啦。而家我哋嘅香港嘅單程證嘅數目咧，係由北京政府基本法23條係未立法。基本法嘅第22條，我哋嘅人口政策呢一個嘅單程證嘅數目係由呢一個嘅北京政府確定。你同唔同意我哋香港人要攞翻單程證嘅審批權？單程證咧，主要係要嚟做家庭團聚嘅。你係咪認為嗰啲人落嚟香港係唔應該嚟團聚咧？譬如兩地嘅婚姻，佢嘅太太應唔應該嚟香港？同埋家庭團聚係中間，你點樣去審查嗰啲人咧？我哋絕對係明白要攞翻。你係咪要跨境執法上去內地查嗰啲人啊？首先個原則係必須由香港人去審批。你淨係識講，跟住唔識執行。係要經過呢個經濟上嘅審批。點樣可以去查證嗰啲人嘅身份咧？我再問你第二個問題：新移民嚟到香港，每10位當中有幾多位係需要住喺公屋咧？我唔希望你歧視新來港人士。我答你，根據政府嘅數據，若果佢哋嚟香港係有需要就要居住，佢哋攞咗身份證就係香港人。你點解要歧視新來港人士咧？佢哋過咗7年就係香港嘅永久居民。點解你要歧視新來港人士？陳斌，麻煩你一個有禮貌嘅議員，麻煩你停一停。點解你唔俾我答咧？我而家再你講完之後一輪嘴，我會再問你一個問題，你唔俾我答，係嘛？民建聯咧做嘅工作係好全面嘅，我哋除咗新來港人士會做，我哋都會做本地嘅市民嘅工作。所以你呢一個係一個無理嘅指控，請你斟酌，請你注意你嘅言論。我哋要維持翻我哋長遠嘅制度，你亂咁講嘢咧係唔合法㗎。時間到啦。